台南的乡亲热情的邀请，今仔日已经是第10场的演出咯。吼，去年呢，阮是9月来咱台南巡回，今年呢是第1摆来到咱这先天上帝庙演出。吼，阮规团来到这呢，受到咱上帝庙的主委吼江主委，啊，个咱所有委员吼义工，对阮非常热情的招待。咱江主委吼，为了款待阮团吼。特地赶倒来，然后早起7点就起来准备吼，哇，准备为我们中午准备了一顿美味佳肴，我们讲个就欢喜的，哈！再次在这里感谢江主委，感谢我们玄天上帝庙，谢谢你们。好，祝咱天天上帝庙幸喜幸福，好，祝咱台南乡亲身体健康，万事如意。第一演出开始进行呢，我们要先举行一个小小的仪式，小小的活动，就是由这个玄天上帝庙的江主委，跟我们厦门区歌戏剧团的朱伟杰朱团长一起上台来交换礼品。好，我们现在捧好声来姐哈，来，我们热情的欢迎我们的玄天上帝庙的江主委，还有我们歌子戏团的朱伟杰朱团长一起上台来完成这个仪式。戏剧团送出的礼物是我们有演员在演员的这个精美的海报。